微光成句，作者林子珊。喺香港呢個急速嘅城市，有一班義工默默咁喺角落發光，好似輝兒咁，試過喺地鐵護送特殊需要小朋友嗰陣，俾對方媽咪當眾指住嚟鬧，佢冇難受，反而選擇體諒，因為佢明白對方長期照顧細路嗰份壓力。佢話義工唔係要改變人，而係俾對方一個被理解嘅機會。亦有燕瓊喺彩虹站遇到細路突然衝閘走失，佢冇慌張，而係冷靜處理。佢用10分鐘嘅等待換嚟細路嘅信任。佢提醒我哋，面對特殊細路，內心先係最溫柔嘅反抗。仲有傑嫻，清晨6點發現3個細路單獨喺屋企玩緊隨時會爆嘅電燈膽，佢冒住被家長埋怨嘅風險報警，因為佢知道守住細路嘅安全先係最深情嘅保護。呢3位義工用行動話俾我哋聽，義工精神唔係咩驚天動地嘅壯舉，而係喺誤解面前選擇包容，喺急躁嗰陣選擇等待。微光雖然細，匯聚埋一齊就係耀眼嘅巨火。希望我哋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照亮身邊人嗰一點微光。